藝人蔡一傑因為不小心同酒後駕駛，被判罰社會服務令160個鐘頭，罰款12000蚊同埋停牌2年。林宇華報導。蔡一傑抵達東區裁判法院等候判刑，佢冇回應記者提問。3日判刑喎，有咩感受啊？會驚監禁啊？佢嘅辯護律師求情嘅時候話，蔡一傑冇刑事記錄，只係交過6次交通定額罰款。署任主任裁判官杜大衛話：幸好事發當日係公眾假期，現場冇其他車或者途人，冇造成傷亡。鑑於被告初犯，體內酒精含量超標3倍唔算高，判處社會服務令160小時，就不小心駕駛罰款2000蚊，酒後駕駛罰款1萬蚊，停牌2年。蔡一傑喺庭上要即時交出車牌，停牌期間要自費參加駕駛改進課程。案發喺上個月1號清晨，被告蔡一傑揸車到薄扶林沙宣道嘅時候，失控鏟上行人路，撞毀路邊鐵欄、油箱同埋消防龍頭，再衝前近200米。警方其後為佢進行酒精呼氣測試，發現佢體內酒精含量超標3倍。亞洲電視記者林宇華報導。